草索啊拖安公，草索啊拖安白。这条咱讲过，这个是咱伫讲的草索啊青青银之水滴原味草索啊青青银之水滴原味。这个恁可能捌听过啦较早就一个人讲因老爸因老爸过身去，就想讲迄个不好啦，凊彩过要甲呆凊彩呆讲用迄草树啊甲因老爸甲卷起来用草索啊甲绑的，就总用拖因为迄个安尼用拖较好拖啦，甲拖在山顶就掘一坑过要甲呆落去啊！因为伊一个人伫拖歹拖着，伊顺续个叫因囝来斗拖伫迄个啥，伫要带因老爸迄个尸体要甲放迄个挖一坑要甲凊彩要甲呆掉的时阵一条草索还佫青咧本来想讲草索当然无效，就做伙甲歇落呆掉就好啊，对无？结果因囝煞甲讲阿爸，迄草索留着，因阿爸讲，这草索要创因囝就讲阿爸，等你后摆你若过身的时阵你若死的时阵我就像你伫拖阿公共款安尼用草索甲你拖来台所以这叫做草索啊青青草索啊青青银之水滴原味啦。咱伫讲迄个银之水就是讲啥？咱迄个较早迄个厝，较早迄款厝有若落雨，特别是款尖风的就是咱厝尾顶尖迄款双面厝的尖风厝伊落雨雨水衰落来，滴落来迄个水拢是伫个原位伫遮要甲大家详细说明迄个年钱卡佫有银钱卡这个迄个用法，咱到店嘛敢若讲无清楚我伫遮要甲大家小解清楚这个足会引起误会迄个咱若讲年钱卡迄个年就是讲用屋檐的檐迄个屋檐是伫个顶悬一间厝就是屋顶上面就是突出的地方，迄个做年钱迄个做年钱若是咱伫讲的银钱，迄个银若是写一个十字旁有无？石头的石，搁一个今天的今迄个银钱，迄个做银银钱迄个是屋檐底下的石阶所以咱伫讲的是迄个会当讲呢啥？年钱卡屋檐下屋檐迄个年钱卡有一个银钱有一个啥石阶即马恁就是爱记，只要若是迄个有一个十字旁，搁一个今天的今，迄个是银钱，银钱是伫下边毋是顶悬迄个屋檐这个爱讲得清楚。咱一般讲的银钱、年钱，就是屋檐，是厝顶悬捅出来迄部分。有一句话讲：银钱水滴原位，字皮意思是讲，雨水顺银钱滴落来，拢是滴咧固定的所在。字骨的意思是讲，草索青青，咱安怎对待爸母时大，咱的事势有目睭咧看，后摆就照安尼对待咱。另外要注意的是语言的感性，原本银钱卡则是咧讲厝下边的所在，银这字是涂骹的石眼。毋过现此时有的所在甲银字卡惯势简单讲做银钱，安尼才会互毋知的人产生分袂清的状况。这嘛是语言变化的一种现象。